轉快啲。但點解要交後邊？樂賢，你個位啊，企定咗啊，走啦要。轉 switching。風，快啲啊！直接找，快一點。冇，俾啦邊個位？邊個位？俾邊個位？記唔記得？唉 ，nice。哎呦！好嘢，我就，嘿，阿希啊，轉快啲啊，好唔好啊？係，嚟啊，繼續啊！唔好兩個一齊埋去攞波啊！中場，拍氣後啲，拍氣，個拍氣。鳳鳳，嗰啲，哦，啊，好猛啊！打劈劈，後啲啊，開場。喂，縮開啊，豪橋，追埋佢啊嘛！唔好驚佢啊！豪橋，你追波啊嘛！樂賢，你升高啲啊，樂賢。係啊，一個升高，一個落去攞啊！拉闊啲啊，楊日。推入去。推入去啊嘛，柯 Sir。頂。出聲。唔好擰轉。唔好擰轉。係好嘢，去埋，冇縮，埋啊！繼續阿日，繼續阿日。好球，小帅！站住，不用慌。你照企啊！叫阿樂賢喺禁區得㗎啦，係啊，你照企啊！樂賢喺禁區，照走啊！柯 Sir， 你咁遠走唔走到啊？阿 Lu， 你近後啲啊！佢冇位啊！佢冇位。柏良，你照走啊！柏良，你照走啊！你咪同佢鬥得啊！開完 corner 要出嚟啊！進攻你不拉開，海軍到中場。拉開啦，佢攞到嗰時候，係再嚟啊！搶到你，速度！你嘅柯 Sir， 望，好嘢，叻仔啊！係，樂賢睇個 time，唔好咁急，好翻先嗰時，贏咩？攞位，攝佢個位，係。好嘢！哇！我哋要照喐，全部人，係啦。喬你企邊個位啊？Lu， 你出嚟啊！如果唔係佢走唔到嗰個位啊，係啊，見唔見到有個窿啊？何橋。
冇喐。有啊。往哪里去？回防先啊，樂賢。唉。快快快個球速！右跑，右掌球。望遠，倒腳，倒腳，倒腳，係走啊，叫走啊，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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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叻仔，叻仔。柯 Sir 你去啊，柯 Sir。樂賢，樂賢，俾阿柯 Sir 啊，去左腳。听不懂人话吗？叫你往右一点。柏倫唔使咁快啊，柏倫。個拍戲，你喺度做緊乜嘢？哪是右邊啊？你睇下咁大個窿。越位。VL。冇嘅呢度。我有啊，我有 VL 啊。冇啊。冇 VL 啊。冇啊。嚇？咁我虧本先。話有個人長期呢度喎。係咯。聽到題，七哥，直接找喜羊羊。來，我們的判罰你就知道國委會。啊，坤坤不要等球啊，坤坤。柏倫，快啲啊，柏倫。有人場點樣？喺個人牆嗰度喎，球仔。我真係。快點！佢頂嗰下都名個球。快點找人，快點找人！攝位，踢落個位，係，去晒 Q，去晒嘛自己。好嘢，拉開啲，再闊啲，再闊啲，柯 Sir，再闊啲，倒腳，係，攞倒腳，攞，買噃。周林啊，點攞到個波啊？攞完。叫頭哥找一個翔，找一個嘛。翔在後面。入去啦，入去啦，唔好睇啊其他人。係。冇越位啊，收！佢出咗嚟就唔會越位㗎啦。小帥拉開嘛，你在散步嗎？繼續啊，楊一。哇，收。加油啊！唔該頭，到我哋波。放右放，不要放啊！小帥不要放，凱軍那個人是你防的。周林，點樣攞到個波啊？點樣攞到個波啊？係嘛？你又踢翻嗰邊，黃奕峰。試下兩腳波啊，峰峰。
有教練喺佢側邊就。就掛住專注咗喺人哋度。阿楊日，你同阿 Sir 調位啊！楊日，你過嚟調啊！我哋波，我哋波。好專心人哋講嘢。小老虎在他後面。阿 Sir，找他们，你又放他。一轉到就贏啊！一轉到就贏。那个不是小帅找的，一轉到方向就贏啦，可以。轉到方向就贏。我哋波，係我哋波啊！我哋波，我哋波。樂言睇我猜。我哋波，我哋波，我哋波。等。係呀，準備。快啲！好嘢，大翻後，大啊！推住俾啊嘛，楊日係嘛？開。望住啲，睇越位，睇線。阿豪佢話準備下一步去邊啊？走啊，柏倫！柏倫，你去搶嘛，打點。樂言前啲，樂言唔好咁快攞住。喬喬啊，你係企邊個位去攞波啊？樂言，等陣，係。客氣。我们找人，你漏了。快擼，叻仔，推埋，向住，係 good，推入去，大力，叻仔，搶啊，柏倫要搶啊！好嘢 ，good try。埋，楊日 ready， 開槍。樂言，你 stay 後處 ，stay 後處，樂言，企後邊，後處。贏球！你防他！開入去啦！哇！你睇唔到人哋企喺。Q 啊！人哋企喺度，你仲開嘢？直接找边路的。海俊，你仔，望，跟人就行。攞波啊！攞，係好嘢叻仔。海俊找中間的人。攞 quality 啊！日俾個波要埋啊！攝咗先。攝咗個位就得㗎啦，呢頭攝咗個位你贏咗㗎啦。好嘢，等佢，係拍落去。我哋波。幾好啊！你褪後先。俾唔到你啊兩個啊！球證你阻住啊球證。他說明你等着嘛，等過年。
坤坤直接找边路那个人，直接找你右手边那个人。对，送你了，打了。喂，我这喂裁判，喂，我禁区外面啊！禁区外面怎么用手呢？一隻腳踩入去可以。誒，OK，冇錯冇錯。唔好咁快企落去啊！中場，啊又柯 Sir 攞波啊！柯 Sir，係張海麗嗌，阿全名，佢清醒啲。柯 Sir 你要落去攞波啊！聽唔聽到啊？哎，教練，教練。嚟啊，派佢！來吧！謝地啊！慢啲，慢啲，慢啲，慢啲。打開個身。坤坤，防守积极一点。坤坤直接找你的右边。用。打緊。左邊。你換啦，你埋去先，你埋去同佢講。打開個生日。他說要換9號。明白了沒有？啊，你去打那個。繼續，理解出嚟啊！拍戲，清楚了嗎？好不好？前面，撈完，係，我頭，買，還有5、11、12。阿 Q 啊，如果波喺呢邊，你要圍翻埋過嚟呢邊啊30號和6號，還有一個。對。買 Q， 我話個波如果喺呢邊，你要埋嚟呢邊。他看後面這個是大聰明看的，大聰明又在看球。來了，主動。抬腳了。來，喜羊羊，攔對方。老闆，人嚟打嗰邊。先下後上，教一下你們隊友。我上。落出咗場先啦，出咗場先好入，出咗場先好入，下了一個。出咗場先好入。一個。大啲啊！球速大啲。好，子健。好，子健不管。不给子健，能理解吗？子健就是往前压的，能理解吗？放球不准退，要壓着他最後一個人跑就行。升高啲啊！你唔好再望佢得唔得啊？啊！再數人係啦，揾啲球啦，要球速啊，要大啲啊！走啦，走好位啊！大力啲啊嘛！攞埋，保護住先，攞埋，係，快轉 ，switching， 叻仔，大啲仔，好嘢，叻仔。快啊！搶啦！失咗就搶啦！Say sorry 啊！Say sorry 啊！拿一下！
拉下。不要传一下，别急。21号。球。其他人该干嘛呀？来吧，攞熱。头哥，到中间。他能埋啊！哎，这个球说你来，没叫你。周林，你近過去嗰邊啦。头哥到中间準備接球。出啲啊！喺白線嗰度啊！周林，白線，禁區線啊！馬仲賢，出嚟啊！收起啊，收快點。小帥找你那個邊，走，贏到佢嘅。小帥，你別在後面了嘛，人家不隨便塞嗎？睇越位落熱。越位啊，樂言，入翻嚟啊！唔好彈啊，周林！好嘢，對，行，給好，開終於。給好，邊路空的，往空的地方塞就行了，隊友一跑就有。馬仲賢拉出。好人，看就開始。你們點嘛？見到個波啊佢，見到個波啊！頭哥幫你主邊，你是不是回中間啊？翔陽，能理解嗎？楊日，你開楊日開。小帥別漏。楊日開。小帥。走啊要喐啊！唔留低啊！叻仔。哎呀！頭先佢對面嗰個人咧，一下帶起成個咗去。做好中場先啊，樂兒。聽咗播，佢睇唔到啊有。11號偏心啊！你唔好黐埋佢啊嘛！加油唔緊要。第二個球啦。楊日，你射得唔得？叻仔，有啊馬中賢。上攻。繼續啊！鳳楚，加油，鳳楚！看他給誰？中啊得。給誰？對啦，好球！上落要沒有，你不要看隊友去，你要想你要找誰，能理解嗎？你不要跟着球跑。有啊，樂言企嘅話，企到夠，樂言夠，呢度先，係啦。條橋你望下禁區頂多唔多人？看位置啦，看位置啦。拿身位。樂言快啲！樂兒，你做翻個中間先，係啦，做翻個中場先，你中場。好嘢，開。俾啦，叻仔，好嘢，繼續，叻仔，樂兒越位出翻嚟。出生你啊，樂言！越位啊，樂言！再猜佢，拉翻出嚟啊！拉翻出嚟打，係啦。到啦，唔好企喺度攞阿 Q。體力防到呢度啊！快佢！邊位呢躺前面，躺前面。幫佢樂兒，幫佢。小帥，你別老縮在後面啊，小帥，你要主動去找打對單。打對單。哎呀！小帥，主動去找你那個人防。別老在後面補個屁啊補！裁判換人。快點，9號。喂，我上嚟，我要過去。快啲。換幾多號？換6號。換6號。不用了，不用換了。好嘢。叻仔啊！不用換啦，集中啊！俾個幾秒。係啊，所以係。集中。邊個入㗎？好似
似係咪啊？這個換那個。集中集中。哎。未吹雞開嘅波，再嚟過。追埋。清要清。好嘢，拉空位啊，樂言拉闊少少兩步就得㗎啦。係啦，唔好亂踢啊，柏希。後面啊！係，兩邊空啊，兩邊空啊，兩邊空。望遠，可唔可以望遠啲？唔好就望單邊。好橋，望兩邊，望多啲。最後一球啊，加油啊！保持啊 ，keep 波啊！喂，冇輸呢球，冇輸呢球。26分幾咯。啊，冇俾佢落地。係，攞，你一仔。聽打，公主。阿良，你拉出嚟攞波，係啦。喂。繼續啊！冇停啊嘛。我預測。他们现场就好了。加油！